在上一集的片场生存大乱斗中，在中国功夫的世界里，有2位高明的训练家和2位光荣的格斗士，共同争取功夫的最高荣耀。没有爬不上的高山，也没有穿不下的和服。到最后，打仔赢得奖品，但是红豆得到更大的胜利，就是和牙套妹联盟。但是弱小的联盟不足以成功度过这一集的种种危机。请看片场生存大乱斗。我不是个宅小孩，虽然偶尔更呆，但是我真的不怕失败，跟我一起闯关还不赖，我要活得精彩，不要再犹豫徘徊，快将你的心门打开，让所有好运统统都进来，大家一起 Give me five， 我要活得精彩。太空漫游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背！床垫是怎么回事啊？里面是装满了小石头了吗？或许床垫下的小石头是我偷放的，或许不是我。好吧，就是我放的。不觉得他们很糟吗？这是一群原始人。各位朋友 ，Hello， 或许我应该说，各位朋友，午夜好。我希望你们都已经休息够了，准备去一个男生很少去、女生更少去的地方。大家兴奋吗？等一下，我确定我们已经用过史前时代的主题了。是用过了，我只是重新利用那些服装，因为我的高到爆的薪水占了节目大概7%的预算吧，还好啦。老兄，现在是半夜，我做梦梦到一半，有个大到看不见边缘的披萨呢。抱歉了，霸王。我们今天的电影主题是起始于远古时代，然后快速飞奔，向上追寻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要拍的是太空科幻电影。你怎么会想得到啊，天才！我认为跟男生拆伙，跟红豆成立女生联盟，真的有许许多多说不尽的好处。举个例，拿他刚才说的话，他竟然说我是个天才。这主题好刺激，我喜欢科幻题材。光是你有一个幻想的男朋友这件事，就已经足够科幻的了。他的假名字叫什么呢？小聪明，他叫做小高，他是真实存在的人。听好了，太空怪人们，你们很快就要面对超越地表的挑战。但是首先，我有个很特别的惊喜要送给你们。每一个人都会接到一个外太空送到地球来的特殊物品，拿到这些，你们会更加觉得不真实。我拿到什么？我拿到什么？年度最佳学生哥白尼奖杯。给我们看一下，赠送给最值得信任、关心人、诚实的学生，总是将众人的事物摆在第一。真的吗？他有什么毛病啊？更重要的是，我怎么没有拿过这种奖？自从奶哥叫我回来，要我为了钱在里面搞破坏、瞎搅和，我觉得活在谎言中。我的确整天说谎，破坏朋友的努力让我觉得自己好糟糕。但是我的家人需要那笔钱，一紧张就放屁。这是小高给我的，还真的嘞！我的双节棍，太赞了！那什么啊？这是我需要冷静。我以前是学校辩论队的队长，在一场最大的辩论赛中，我的队友突然翻脸走人，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合作精神。后来没有他，我一样获胜。看到没有，布兰妮？这张照片提醒我，如果想要把事情做对，你必须靠自己。
老兄，里面是只小狗吗？这不是狗，这是只狼猪。啊哈哈哈！哦，我好爱你哦，小破烂。我好爱你、哦。我记得狼猪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蜘蛛之一吗？除非它们受到很大的噪音惊吓，才会很危险的。不会吧？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！小破烂，不行，你这样很坏哦。哦，你们大家看，小高给我一枚定情戒指，你们相信吗？不行。我一点都不相信。哎，那是糖果戒指吗？刚有人说糖果吗？我记得你男友不是 model 吗 ？model 通常很有钱。小高说这是甜蜜戒指，送给他的甜蜜小姐。我觉得这倒像分手戒指。如果这是莱姆绿的，或许红豆讲的还有点道理。但是这是樱桃色的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樱桃背后的意义就是甜蜜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该揭晓最大的谜题了。大家知道，一部好的太空电影会有3个重点：第一，零重力一定同时代表麻烦；第二，接力对他们来说是个杀手；还有第三，太空中什么都要回收，包括排泄物跟排泄物。好恶心哦！酷哎！现在就开始第一项挑战，我10分钟后在站立飞船上跟你们见面。什么？他刚刚说站立飞船。在地球要模拟零重力的话，要让飞机以抛物线的方式飞行，大幅度垂直的爬升，然后更大幅度的垂直下降。但是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的缘故，我们要用这个临时架的太空船模拟同样的效果。它会在轨道上以最大速度前进，帮你们制造长期的零重力状态。我有提过我有惧高症吗？